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非常高兴在每周三的晚上，我们能同一时间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以前，邀请你能够再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那如果你旁边有一些广播或电视节目，也无妨，请你能够先将它关闭，让我们一起在全家人或者是你自己能够在一个独处的空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晚上我们所要观看的圣经节，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你生命最好的帮助与祝福。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复兴圣节。愿神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要经历神话语洁净的生命。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神的慈悲怜悯是要激励我们的生命，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愿我们的侍奉，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的生活活出神所喜悦。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将你的生命献上，是在神的面前是圣洁的，是用心灵诚实来到神的面前为主而活。主，求你复兴我，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从心有真实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是使人在失落、忧郁、在困境当中得以因为领受福音真理而重新得着喜乐盼望的上帝。主啊，你也是使我们生命能够再一次重新苏醒复活的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再一次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更新我们的身心灵。主啊，今日我们要一同透过神你的话语，以西结书42章，我们恳求神再次用你圣灵的光照来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在你的生命里面得着尊主为圣圣洁的生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必须要重新划清楚生命的界限。在我们遇到生命当中有许多与人的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破口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得着生命的智慧，也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再活在过去，而能够重新定睛我们的生命在服侍你生命的道路上面，能够如何活出神所喜悦更新的生命。再次献上恳求，愿你的话语再次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尊主为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能够透过每周三的晚上牧师鼓励各位，我们都能够逐章逐节然后一起能够把整本的圣经能够看完。那期待在邀请你在每一周，那每天你能够按照这个进度那一起来读经，按部就班的阅读圣经。那搭配着牧师在每周三会说明有关圣经的背景，那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整个圣经的背景当中，我们能够更快速更明白了解我们所读的每一句圣经的话。那我也期待让我们一起透过分享神的话语，能够再一次帮助我们如何了解圣经，那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曾经有一个这个台湾的谚语啦，生活谚语叫做人生如朝露。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体会到为什么说如朝露？朝露就像那个早晨的露水一样那这个露水很快就会怎么样？好像挥发一样那其实在告诉我们说生命非常的宝贵，那我们必须要去珍惜。那我们要如何活的生活有意义，然后有品质？那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不管是有信上帝的人或没有信上帝的人，
我们都期待我们的生活能够如何活得有意义，然后有品质。那我觉得这是需要去经营的，而且是需要去管理的。但是有许多人的生命当中，一生当中，有些时候会过着好像没有围墙，也就是说他没有一些节制，他也没有一些保护，所以他的生命就好像很容易会受到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因为环境的一个变化，他就很容易受影响。那往往这样的生命也很容易什么东西进来了，跑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很容易我们的生命也会跟着环境跟着走，跟着变动。那我觉得变动不代表不好，生命改变不代表不好，而是在这变化当中，很多时候生命就会好像没有头绪一样，会乱成一招。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当他在遇到压力来的时候，如果他抗压性比较低，他就很容易遇到事情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很容易暴躁，那他也很容易会不知所措，会乱成一团。所以如果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什么叫做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叫 life balance， 那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期待的。但是我觉得这有点是一种还蛮像神话的。为什么？因为说真的如果工作跟生活可以平衡的话，事实上我觉得这蛮像是一个假议题。为什么？因为人的一生从来就不像你可以把天平直接就把它取得一个平衡。我到现在很少能够看到一个人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马上都可以取得平衡，那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都不断在变动，那充满许多张力跟影响力。那在这个变化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的生命投入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就好像我们投入在信仰里面叫做像祭物献出去一样。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时常在谈论到，我们生命就像是我们要献祭，生命就像在献祭的过程。可是我们不是献给这位荣耀神的这位配得我们尊荣的上帝，我们反而是把我们的生命好像献给了这个世代、这个社会环境所需要的业绩啦，所需要的忙碌啦，甚至是别人的眼光，我们把这些事情看为好像比上帝还要来得重要。那这个问题往往是因为我们生命，我们在安静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缺少对生命应当有的界限。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人的一生，当我们的心灵这个生命的居所，这个生命心灵的居所没有围墙，而时常会受到许多在这世上的许多世俗的污染或影响，其实你会发现这样影响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今天牧师要用一个主题特别来跟大家分享，如何尊主为圣，从划清界限开始。因为我们今天所看的圣经节里面呢，你会发现有很多都在叙述这个圣殿要怎么盖，这个圣殿要怎么建造。上帝启示是给以西结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有关圣殿的意象，就是40章到48章里面。所以这个意象的关键不在于要怎么样建造一个多么漂亮的建筑物，这个教堂的本身，圣殿的本身，而是在于教会圣殿里面的人，这些生命应该要有的秩序，还有尺度跟界限。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这段圣经节，是上帝他亲自透过以西结来划定一个圣洁的一个地图，圣洁的范围的一个地图。所以你在看的同时可能会觉得这个经文好像很无聊，好像都在叙述这个要怎么盖。但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要筑起一道叫做分别为圣的墙，分别为圣洁，分别为一个我们生命应当要有的一个城墙。
那这个城墙会带给我们什么帮助？我们后面我们再一起来看。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节，也是42章，从第1节到第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屋一排顺着空地，一排与北边铺石地之屋相对。这圣屋长100肘，宽50肘，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20肘宽的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3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10肘，长100肘。房门都向北。圣屋因为楼廊占去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窄一些。圣屋有3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2层更窄。圣屋外东边有墙，靠着外院，长50肘，靠着外院的圣屋长50肘。殿北面的圣屋长100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进入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向南在内院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铺石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周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这段圣经节，先知以西结他是一个流亡的先知，也是一个祭司。他出生在一个犹大国的耶路撒冷，他本应该要在耶路撒冷圣殿侍奉上帝，但是却因为当时候的犹大贵族，他们这个以西结跟着这个犹大的贵族一起被巴比伦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在开始以西结他的先知预言的事工，特别向当时候在巴比伦的犹太人来传达上帝的讯息。而以色列人他被掳的原因，有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能够，他们没有能够尊主为圣洁，尊主为大。所以以色列百姓这些犹太人，他们让偶像还有世俗的污秽玷污了整个圣殿，还有他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样的前提，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面，看似这些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失去了一切，但是上帝却赐下了一个对未来这个圣殿的意象。所以这个意象的出现，特别是上帝对他未来的子民一个圣洁的生活的一个刻意的安排
也是一个上帝非常审慎的一个审慎工作的，要他们能够好好的去调整的一个讯息的传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的建堂，我记得牧师在我们教会的建堂工作里面，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有很多对教会建堂的一些建筑物应当有的，但实际上我们信徒内部的本身生命的操练跟装备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上帝他透过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节，有非常清楚精准的这个量度的范围，几轴往东往西，东西南北，上帝他特别他要保证他的应许真实是不会改变的，而且他特别说明他对于这些他的子民要重新来重整他们的生活的一种承诺。所以这个圣殿的蓝图不是随便设计的，他特别告诉我们，分别为圣的圣洁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意图的，而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命，你不能够还是保有你原来的习惯，你不能还是一样保有你对外面世界的人的生活的模式的习惯。如果你要圣洁，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把一些不好的习惯拿掉。可能你平时很喜欢做哪些事情，但是那些时间却会剥夺掉你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期待在今天我们所看以西结书42章1到20节这段圣经节，它描述圣殿里面有一些不起眼但是却很重要的一些建筑物，特别是祭司的房屋，也就是圣屋。我们一开始从第1节到第9节里面看到这个圣屋，我们看到圣屋怎么安排，然后上帝怎么样提醒这个祭司他的圣屋他必须要怎么做，所以还有最后包含的外墙，这些细节对于我们今天要如何尊主为圣提供的3个重要的关键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屋，到底这个圣屋我们从刚刚我们看到它的设计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它许多的安排跟要求，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上帝他对于犹大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本身的生命必须要回归到正统上帝所期待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靠外在的事物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是这样的角度。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以西结书42章第13节说，神的话说，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经文它特别描述这个圣屋南北2座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圣屋，他们被视为圣洁的房间。那这个地方到底它的功用是什么？它其实是用来给祭司吃这个很至圣的圣洁的这个祭物。那里面呢有放赎祭啦、赎罪祭跟赎愆祭啊。那这些东西实际上对于这一些祭司来讲，对犹太人来讲其实是攸关的重要。所以这当中也说明了圣洁的供应跟特权是祭司，是利未人，他们没有地业，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属世的这些房地产，他们没有这些地业的继承权，但是他们的侍奉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劳苦，所以上帝用这种方式来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他们生命的需要，让他们可以靠吃这些圣物而生活，吃这些至圣的物，然后这也是属于他们的特权，也是他们的责任。而这些房间呢，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是属灵的服侍者，我们在公开侍奉以前，他的内在灵性的预备工作。所以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沃尔特·布鲁格曼，他说以色列的信仰的核心不仅在于公开的敬拜的行为，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仰核心不单单是来到教会，是一个公开的聚会的一个敬拜，或者是小组的一个公开的行为而已。更重要的是在于在隐秘处，在隐秘当中，我们被分别出来的预备工作了。也就是说，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不是单纯在公开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外在，就如同牧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直播，不单单是外在我们所看到我们所听到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我自己本身，我必须在预备整个的内容当中，要花多少时间与神亲近的关系，我才能够理解到底这篇文章，这篇门训课程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带给各位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每一个人的隐秘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侍奉神，我们愿意奉献给神，我们必须要时常来看待我们自己。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好像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圣洁需要私下的预备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灵修，我们的读经，我们与神的亲近的时刻，就是我们在圣屋里，而在那里，我们从神所领受到的至圣的物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灵粮，生命灵魂的粮食，它会补充我们属灵生命的材料。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稳定的补给站，我们也不去教会，我们也不去读经，我们也不想要跟神有一个更密切的关系，我们没有预留空间来给神来供应我们其实很快也很容易就会在侍奉当中你会疲累，在生活当中你会疲累，在遇到难处的时候，甚至有一些世俗里面人的话语，或者是世俗里面的产物，很容易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带进去里面，而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内涵就会被这些受影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很重要，这个圣屋，我们从第1节到第9节讲到这个圣屋，祭司的补给站，你把这个祭司，万民皆祭司，新约里面万民皆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侍奉者，而我们每一次在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求神帮助，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内在的生命到底如何在预备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更衣室。我们从今天圣经节，从第14节里面讲到，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供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上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来。这是什么概念？好像是我们去到教会穿的衣服，回到家就要赶快脱掉，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全然。其实这里讲到，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细节。当祭司他从圣所离开以后，他进到外院与百姓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所谓的进到这个世俗的环境当中，他必须要脱掉这个他所服侍侍奉神的衣服，换上其他的衣服。为什么要这么麻烦？我们要知道这个圣洁的区隔在哪里？这个圣洁的区隔在于，他必须要防止这个供职的衣服，这个圣服，它是防止它被世俗的这个尘土啦，或者是污秽啦所污染maybe 在当时候他们有很多的顾虑， maybe 可能是不方便清洗，甚至这个清洗的过程甚至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有更深的层次的目的是在谈什么？是防止在预表这个圣洁的感染力。我们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圣洁的感染力是很会受到其他外面的影响，而很容易受影响的这个圣洁的问题。所以如果圣服这个圣服带着神的荣耀气息，但是随意的接触这些不好的东西，那就很容易受到危险的影响。
所以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象就好像我们回到家，我们第一件事情会怎么样？会脱掉我们一天的工作，这个充满汗渍充满很多脏污的衣服。我们回到家以后，我们会换上我们的室内拖鞋一样。我们在公司里面是经理，我们回到家，我们可能就是丈夫，我们就是父亲。那当然，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在公司我们是经理的管理者，讲话就会怎么样？就像管理者。可是我们回到家，我们就要怎样？话语就要变了。我们在教会，我们是长职，是小组长。回到家，我们可能就是家里的先生或太太，甚至是儿子的父亲或母亲。衣服换了，角色就要换。所以你不能够带着你在教会侍奉的傲慢，然后那一种霸气，甚至那一种我就是这样，然后回到家里我也是这样，这不是真实的。重要的是我们在教会，我们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改变。当我们回到家里，我们用同样的有主的爱，有喜乐，有盼望，而不是用我们那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生命做一些预备，甚至把这个外在的形象，我们把它放下，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到家里面我们在做的事情讲的话就跟我们在外面是一样的。我们把外面世俗的东西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生命的内在。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不做生命这些这个叫更衣室，把这个圣服的更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一直在受影响。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围墙。我们今天有看到这个整章的经文当中，总结在第20节，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这500肘的墙是界限最高级的表现也就是说，这一道墙不是用来抵御敌人的，防止敌人的军队的伤害，而是为了要保护这个至圣所的完整性。所以这个墙它是不能够被外面的世俗所污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墙的长度的界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就是说，墙不仅能够将世俗的这个影响挡在外面，它防止不圣洁的东西进入。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看到有一些不该有的话语或声音的时候，我们是否会站在神应当要我们去说、当去做的事情，我们愿意去说？我觉得神的圣洁对罪人而言是危险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罪恶当中，当神的那个圣洁真理的话语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所以这个500肘的围墙，我觉得是上帝他显明他的怜悯，特别设立一个规范来告诉这些犹太人，要告诉他们这个界限，这个界限不是一种限制。我要跟各位再讲一次，神的真理有些时候那个界限出来的时候，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抗拒，我们很不喜欢，我们也很不喜欢去听到别人对我们说的那些话，因为很限制我们的生命该怎么去走，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可是我要告诉各位，这个界限不是一种限制，而是一个神的爱跟秩序的保护。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今天的圣经节里面，神的恩典它是透过这个界限来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应当如何活出一个君尊的祭司。在彼得前书里面称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就必须要认识到以西结所看见的这个圣屋，我们要预备。我们更衣室，我们有没有去把这个外在的别人所喜爱这种好像是外在的形象，真正的好好去把我们怎么样，把内在的生命把它活出来，甚至在我们面对我们所面对的环境里面，好好的把我们这个城墙把它坚固好。我们必须要用神在我们心中去筑起应该要有的500肘的墙，要足够高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墙定义说我们跟外面的人，我们为了要跟外面的人能够传福音，为了要能够跟外面的人怎么样，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生命应该有的真理原则。所以尊主为圣，就是要为神预备一个不受污染而有秩序的生命居所。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缺乏这个生命的界限，放任这个我们所接触的世俗的标准，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成功，也有可能是我们为了忙碌的追求我们所喜欢的事物，这些事情我们就容许了外面的这个俗地、世俗之地来玷污了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所救赎的生命，是至圣所，是非常美的生命。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预备我们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请我们在每一次当我们安静心，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这时候我要邀请你带着一颗愿意被神分别为圣的心，我们做一个简单而且非常坚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满有慈爱和怜悯恩典的神，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以西结的异象，再次提醒我们尊主为圣的真理。我们清楚明白，圣洁不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修炼，而是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生命划清界限。在这世界上，因为在这世界上充满许多在人所看视为好的事物，但在神的眼中视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主啊，我们常常太软弱，害怕冲突，担心失去机会，而让世俗的忙碌跟标准跨越了我们心灵圣所的界限，而让我们心里面的圣所，让世俗的许多的事物来充满我们的心。求你现在，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从天而来的勇气跟智慧，从上帝你所应许里面的，让我们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靠主刚强壮胆的人，勇敢的在我们心中筑起那道500肘的墙。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每一天在生活忙碌当中，依然能够遵守安息在主你面前的界限。当我们在利益冲突当中时，我们依然能够穿上基督的品格，有怜悯，有诚实的心，来面对我们身边的朋友跟家人。愿我们的家庭能够时常一起祷告，愿我们的家人朋友，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享受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主面前得着安息的生命。当我们每天的个人的灵修都能够成为圣灵主你荣耀居所的至圣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那从你而来的平安、秩序、生命的秩序跟生命的大能，充满我们所划分的每一个圣洁的空间里面。愿我们因为尊主为圣，而得以脱离世俗的污秽，
但我们也有智慧，能够在世俗的环境里面为主而活，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信主的人，为主而活的人充满的盼望与喜乐。我们要在凡事上蒙你所保守，我们要凡事上能够领受属天的福分，我们必须要活出基督徒真正的自由与丰盛。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透过以西结的意象，学会了许多生命最重要的功课，尊主为圣，也就是在我们心中能够筑起一道分别为圣的墙。请记得，各位弟兄姐妹，这道墙不是用来把人推开，把我们跟别人好像分隔开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用来保护上帝希望我们在生命当中应该有的圣洁特别地区了。当你踏出这个门训的空间，回到你忙碌的生活的时候，牧师也要提醒你最后的提醒跟激励的话。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我们勇敢的为你的每一天安息的生命，不要想说安息是死亡啊，不是，每一天你要过的安息是有安息平安的生命。那个品格我们必须画出，你必须要画出生命应当有的界限。当你下班的时候，记得什么是划清界限。下班的时候把手机关掉，通知关掉，你就是完成了祭司这个更衣礼当你拒绝那一些会让你的心充满焦虑或贪婪的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要宣告，我的生命在这里，在我的心里面，在我的脑袋里面，我必须是它是分别出来的，是完全让神来掌握的。我相信当你因为这一份愿意在你生命当中一个勇敢的划分，你会领受到从上帝而来加倍的蒙福，不只是身体有安息，心灵有平安，更会在人的面前，你会活出一个分别为圣、有秩序、有尊严的生命。愿神赐福大家，让我们一起将这个圣洁的界限深刻的在我们的心中来划定清楚。我们下次再会。